上半場咧，南華暫時0-1落後緊俾清水心跳啊！咁啊有見及此啦，即刻要換人啦，陳少琪咁啊即刻咧下半場後備入替啦，咁啊佢入替咗防守中場白鶴嘅。咁至於心跳方面咧都有變動喎。冇錯，小野伸二呢位咧係老牌國腳嚇，3屆打過世界盃嘅啦，最近嗰次就06年咧代表咧係日本國家隊咧打呢個世界盃嘅嚇，亦都係入替咗咧係高原直泰嘅。咁啊，中場方面咧有咗小野伸二嗰度咧，進攻方面咧佢哋就會比較咧有組織同埋會有層次少少嘅，年紀係比較大啲啊，不過就最高峰期應該就係咧喺荷甲嘅比賽入邊咧就係度過嘅。咁小野伸二亦都話幾屆世界盃咧都有代表日本參與啦，咁所以相信好多球迷咧都期待佢落場嘅。咁呢邊亦見到李威廉呢場波發揮得非常之好啊，咁啊打個左中場嘅位置啦。雖然佢咧就係右腳球員嚟嘅，兩邊都打得嘅。咁啊，因為佢咧屬於咧係邊路嘅球員嚟講咧，兩邊嚟講咧好容易係適應嘅。咁啊，當然打右邊佢就最好，因為上半場我哋見到咧對板㗎，雖然佢好耐就冇踢正選嚇。南華今季喺上半嘅表現咧可以講話慢熱嘅。啊，你個聯賽咧係失地太多，但係咧喺呢個咧第一循環結束之前咧，佢哋亦都可以咧升翻上第3位啊！第一位就飛馬，第2位就傑志嘅。另外銀牌決賽，佢哋將會喺咧2月18號咧係同晨曦進行呢個咧係決賽，爭呢個咧係杯賽嘅冠軍。咁啊勝方亦都可以代表咧香港參加來屆嘅亞協杯嘅。好啦，咁下半場咧見到南華希望加強攻力啊！陳少琪呢個波斬埋嚟，可惜就冇自己有到㗎。咁呢邊係心跳嘅盤將咧就係對井健平。南華嘅球迷咧，雖然話呢段時間落後緊，但係依然咧都非常之興奮噃。咁其實後防方面嘅岩下敬輔咧，都係屬於球隊方面嘅正選人物嚟嘅。咁左閘嘅保斯基都係啦。咁不過保斯基咧上季喺 J 聯聯賽咧，其實入咗7個波。咁啊，佢嘅進攻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幫助㗎。咁呢場佢就打個左閘位，平江康裕俾佢哋右邊。咁大前元紀，咁大前元紀都係心跳方面咧可以話一個主力射手啦。咁上季喺 JD 入咗8粒波，哇！但今次射埋佢就支穿象馬，同樣都係心跳方面嘅中場主力啊。咁佢嘅射門肉都幾強嘅，8號嘅支穿象馬。咁啊，上屆咧就呢個清水心跳咧亦都加入咗7位嘅新人啦，包括喺右路好活躍嘅大前研紀咧，同埋咧喺中場中咧係川松大輔嘅，呢兩個都係屬於日本嘅奧運腳啦。另外喺今屆咧更加有咧荷蘭籍嘅球員咧係莊艾斌啦。今場波係做後備嘅何井洋介咧，同埋右閘嘅犬治智也咧，呢啲咁嘅新人加入咗㗎。咁啊，希望喺呢個聯賽咧日職聯嘅排第10位呢個位置方面，可唔可以睇下做得好啲？哇！呢個波咧李威廉搶得好靚啊！好啦，搶到，但係問題咧，再落去下一步點做咧？佢都係餵俾咧係呢個咧基士文嘅。不過基士文咧，由於咧都係啱啱翻嚟啦，同埋佢自己喺訪問當中亦都講咗咧，係自從咧同呢個咧巴迪個合約完咗之後咧，佢有5個禮拜係冇正式職業性嘅操練嘅，只係咧有時咧即係滑雪啊，咁嗰啲係其實休閒運動，根本就唔係咧職業嘅操練，所以狀態方面你睇到咧，明顯佢係差過其他球員。咁跟住咧，歐陽耀聰右路又有機會啦，睇下喂俾邊個先，都係俾你基士文，哎呀，可惜門前又係搞唔掂啊！咁啊，老實講啊，即係對清水心跳呢啲咁嘅強隊，一場有幾多呢咁嘅機會啊？卒之係做咗3次俾阿基士文啊，但係可惜3次咧，基士文都搞唔掂。咁啊，南華啲球員咧，真係可以講話唔話得㗎啦。明知你係告別賽，梗係希望你留翻一個好好嘅印象啦。機會都係盡量餵俾基士文，但係咧嗱，李威廉啊，其他球員啦，包括咧頭先歐陽耀聰啦，餵到俾佢，佢係食唔到，咁都幾有啲可惜㗎嚇。咁啊，亦都咧導致到啊南華喺大概下半場呢個60分鐘嘅時間咧，亦都會將佢咧換咗出去，由咧機會運嚟入替嘅。好啦，又係李威廉偷到噃。呢場波李威廉都非常活躍啊！哎呀，但可惜又俾對方打翻荷包，支穿象馬俾佢嚟中間，小野伸二俾翻支穿象馬，但係呢個波射啊撳死咗啊！小野伸二咧，佢自己都賽前嘅記者會都話啦，係仲有少少傷在身嘅，所以其實佢嘅狀態咧都係一般嘅啫。咁呢場後備入替咧，其實小野伸二掂波機會就唔係好多，但係佢嘅傳波就有創造性嘅。我哋見到咧頭先嗰個波咧就係咧又係佢喺中場咧策動攻勢啦，又係分過嚟右路咧俾呢個咧支穿象馬。咁支穿象馬咧有少少無手無腳㗎。咁啊，小野伸二當然唔係話第一次嚟香港嘅比賽咧，因為咧喺千禧年咧，佢亦都以咧係日本奧運代表隊嘅身份咧嚟香港啦打呢個比賽嘅。
咁啊，賽前嚟講咧，佢就有輕傷啦，所以下半場先至咧落嚟比賽，咁啊打咧下半場嗰45分鐘嘅時間。咁啊，佢嗰個功架仍然喺翻度㗎，只不過體能方面咧就開始下降啦嚇。好，呢個波咧早已亦都咧係即係俾對方球員一逼之下咧，俾咧係伊藤祥一逼之下咧，要踢翻去左手邊啦，搞到咧連咧黃展龍都失咗預算。繼續都係白衫清水心跳嘅機會啦。只要高波過嚟，但係過唔到啊！祖爾咪都要讚下祖爾啊！其實呢一場咧喺南華後防可以話發揮得非常之好㗎。咪孫松大富俾佢嚟左邊，高木進行再送上嚟，咪主要都係保持控球在腳啦。當時清水心跳都叫領先緊一球，小野伸二。咪球迷梗係想多啲俾個波小野伸二啦，等大家睇下佢嘅功架啊嘛。最終咧就左腳傳埋嚟，哇！喺支穿象馬咁樣空晒喎，不過佢又即係處理得比較曳喎。呢球波咧，我就覺得咧南華嘅中堅或者咧係左閘嘅黃展龍咧有啲大意啊！嗱，點解咧？陳偉豪當然係失咗位啦，但係祖爾亦都係冇警覺性，仲有咧黃展龍佢亦都咧睇到呢個咧係支穿象馬咧切入去中間，佢冇喺左後衞個位咧收窄入翻中間嘅。咁啊好彩咧支穿象馬呢個波就掃把腳撞咗出界，如果唔係咧就係2-0，咁就呢場比賽就好難打㗎啦。咪又睇下南華嘅機會啦。咪中路咧就係見到利馬呢一場其實發揮都算係唔錯㗎。今次俾到過嚟咧，右腳試試射，嚟自基士文嘅埋門啦。不過呢個角度啊窄啲，越咗位啦，同埋入埋嘅話咧，都係仲更加咧唔抵添啊嚇。咁啊，除咗係賀歲波呢個任務之外咧，喺過咗農曆年之後嘅恢復賽事之後，南華咧第一個任務當然就係喺個銀牌決賽咧，希望能夠擊敗晨曦咧，係重奪呢個冠軍嘅。好啦，基士文打咗咧係接近60分鐘嘅時間，咁啊亦都需要變動啦。機會運嚟入替。亦都有較早之前咧下半場入嚟嘅陳少琪咧，咁啊變咗咧就係4-4-2。咁啊球迷對咧基士文其實個印象都幾好啦嚇。咁雖然咧佢喺香港咧就第2度即係穿上南華嘅球衣比賽，俾人嘅感覺都係同當年咧佢當 fit 嘅時間咧有好大嘅距離走下波個幅度咧相當大，但係球迷仍然都好即係接受佢嘅。話晒都係踢過車路士啊、馬體會呢啲歐洲1級嘅大球會啦，咪星味都仲喺度嘅。李志豪，哇呢邊都好似俾人打柔道咁喎，咪保斯基咪成個將佢咧掹低咗㗎，令到南華有一個嘅罰球機會。咪保斯基咧本身就上季咧可以話係打前鋒多啲嘅喺清水心跳。咁但係呢場波咧，佢就打左後衞嘅，咁啊用一個外援嘅眼咧擺呢個左後衞位方面咧，咁啊香港啲球迷就唔係好習慣，就覺得幾浪費嘅嚇，好似咧就話呢個中島法蘭啦，或者係余志芬咁樣啦，不過余志芬咧屬於咧亞門球員咧，容耀聰去主踢呢個南華嘅罰球，嗱去到咧遠處嗰度啊，呢個波咧都係作到㗎嚇，咁啊祖爾呢個波係作到嘅。咁南華嗰啲死球咧，無可否認係有威脅㗎，因為咧佢上去幾個高佬咧，陳偉豪啊、祖爾啊，甚至乎陳少琪咧，佢哋咧係大家分工合作，佈啲位咧係佈得好有默契嘅。繼續加強攻力啦，去到63分鐘，李威廉被換走，換入郭建邦啊。郭建邦啦，其實係今季上半季咧都係喺南華打正選嘅左翼嘅。呢個女球迷知道咧，熒光幕上佢個樣出咗嚟咧，所以好開心啊！係嘛，我哋喺現場嘅嗰啲攝影機嗰啲同事咧，揸機啲同事咧，好多時咧都會趁嗰啲波出世界咧，就捉下啲觀眾嘅反應。咁啊，觀眾都好受落㗎。咁氣氛唔錯啊嘛，喺大年初一嘅大球場啊，好多球迷咧都當我年初一入場睇賀歲波咧係指定動作嚟㗎啦。呢邊係川松大輔，咪再回翻去後邊啦。5號嘅岩下敬輔俾翻過嚟，咁當然喺中場運個波啊，或者係中場嘅組織啦，咪見到白衫嘅清水心跳咧，其實係在南華之上嘅。咁個球隊可能個別有球員嘅狀態就未係去到好高嘅水平。呢個波咧由郭建邦策動一個反擊，力水係唔係好夠力去到咧陳少琪嗰度，咁就係南華啲球員咧即喺前場咧緊逼啦，希望咧喺前場方面咧將呢個波係拿翻轉頭。
未能夠成功之餘呢，陳少琪都有少少係微傷。咁啊，南華喺聯賽杯方面呢，佢亦都係以8強嘅身份呢，佢哋唔需要打初賽呢，咁亦都會係對和富大埔。咁相信咧進入4強嘅機會相當大啊！杯賽方面咧會最進一級嘅。因為喺聯賽第一循環咧，南華對和富大埔係淨勝3-0，贏得相當輕鬆嘅。右閘出擊啦，遠自治啊！咁但係佢交錯波，但係祖爾同佢一樣，又係咧搶得靚，交得差。呢個波俾佢左手邊，中間咧禁區入邊有3個嘅。亦都再次咧俾祖爾頂翻出嚟。嗱嗰邊咧歐陽耀聰咧攞到個波咧，仲有時間推順個波，然後再諗下下一步點做。陳少琪一個頭波，嗱呢個波咧郭建邦咧，截咗身位啊！呢個波郭建邦咧就冇乜經驗啊，佢呢個波有少少波勾啊，佢咧揾嗰個路線咧係捉得唔好，亦都唔識得點樣食身位，所以咧搞到場邊啲高世安咧都非常之猛陣。36號咧就係犬治智也。呢個波啊好嘢啦，快一個建邦一步咧攞咗個最有利嘅身位。咁呢段時間呢，見到利馬，呢個係20號嘅巴西籍嘅中場啊，都喺中場啊撲得幾緊要嘅。咁進攻方面呢，就南華呢就突擊方面就好有威脅嘅。咁即使呢係冇咗啦李威廉呢，用郭建邦呢，其實嗰個打法方面呢，基本上呢，呢個模式係唔會點改變。咁仲有佢啲罰球呢，係有威脅㗎。南華界外球，黃展龍打喺中間，呢個波吹罰啦。咁啊，嬌雲你咧就俾係呢位咧中場球員咧係穿松帶褲，咁啊亦都係撞一撞，動作就唔係話太過離譜或者咧係太過夾硬嚟嘅。咁啊球證咧就係廖國文吹罰咗咧係清水心跳。咁啊大家留意下尼馬呢個就係咧係今場波係首次係亮相嘅巴西嘅新外援球員啊，唔錯㗎！呢場比賽咧佢喺中場分波咧做得好好啊！呢個罰球咧，佢準備係送入用高波送入去禁區入邊，好多高佬咧等緊㗎啦。好啦，落點亦都唔錯，龍門亦都冇出嚟，咁啊結果咧追成平手啦。嗱，有2個球員衝到啊，基奧運尼同埋陳少琪，似乎陳少琪好開心啊，應該就係佢最後觸球㗎喎。咁基奧運尼就唔知啊，因為佢都有頂到個波㗎。咁啊揾起慢鏡咧，我哋係揾下答案啦。咁當然在座嘅球迷啊非常高興啦，超過1萬名球迷啦，年初1亦都要入場啦。見證住咧就係南華咪挑戰清水心跳呢一場比賽，影住陳少琪噃，咪最後足球入網係咪佢咧？應該係啦，佢都自己認咗頭啦，哇好開心啊羅生啊！咁啊嗰啲笑容咧係由心嗰度一路笑出嚟咧，直至到咧喺個顏面上咧反映咗出嚟。嗱呢個係南華龍年嘅第一個入球，亦都係陳少琪咧喺龍年嘅送俾觀眾嘅第一份禮物，1-1追成平手。再睇下啦，就係利馬斬埋嚟啦，基奧雲尼先係頂到，點知就跣咗落去咧陳少琪嗰度，咁啊所以最終咧都係計陳少琪入波㗎，咁啊追成1-1，咁啊睇下清水心跳咧點樣加強翻個進攻力啦。犬治智也都壓前咗啦，小野新義俾翻佢，地波撳埋嚟中間，咁啊幾個都猜得幾啊純熟㗎，犬治智也撳埋嚟，最終過唔到祖爾。咁除咗話中場嘅利馬打得好之外啦，祖爾咁啊同樣都係嚟自巴西呢位中堅球員啦。其實呢一場嘅發揮都係非常理想。唔係淨係呢一場啊，其實祖爾咧佢哋上半季嘅賽事，除咗有一場對咧天神飛馬咧打得比較曳之外咧，大部分時間佢都係打得好 fit 嘅。嗱呢球波要讚葉鴻輝啦，如果唔係佢走出嚟啊，大全年紀呢球波咧就搞掂咗㗎啦。嚟自一個咧就喺清水心跳嘅反擊啦，一個好靚嘅咧係直線斜線啊，冇越位嘅情況之下。嗱，大家諗下啦，如果葉鴻輝呢個唔出嘅話咧，咁啊大全年紀真係可以講話，你要邊都可以慢慢射，2-1呢個紀錄絕對係冇得走雞㗎啦。咁啊又係咧就係南華個罰球啦，咁啊似乎咧就咧清水心跳咧就驚南華啲罰球咧都褪到將個防線褪到12碼嗰度啦，咁啊結果又係咧陳偉豪頂到呢個波。咁啊歐陽耀聰呢一場波咧其實發揮都係唔錯啊。好啦，葉鴻輝。如果打成1-1嘅話咧，雙方就要互射12碼，到時又係葉鴻輝表演㗎啦。好嘢啊，祖爾又係佢快一步咧，能夠將個波解圍㗎。咁佢同陳偉豪啦，咁今季都喺後防方面咧係夾慣夾熟㗎啦。
今次高波送埋嚟頭槌撞到，哎呀！上半場梁振邦一次係中楣，今次咧清水心跳嘅頭槌亦都係中柱，今次個門框啊幫翻主隊南華一致啦。去到比賽尾段，葉鴻輝呢個波拍出嚟，繼續能夠頂得住咧清水心跳嘅攻勢。嗱，幾乎呢場比賽唔需要係42碼定勝負啊，因為咧喺帶住遠幾嘅頭槌咧。一頂埋咧，睇白咧，南華都死梗嘅。點知咧，龍門柱咁巧啊！今日中柱中微波都係咧，熒光幕右手邊呢邊嘅龍門架嗰邊咧就出現嘅喎。好啦，1-1就結束啦。呢場咧係賀歲波，係首一日係第2場嘅賽事。咁就根據呢個咧，大家同意咗個賽例咧，即刻射12碼。係第一個12碼咧就係見到清水心跳方面咧就係入咗嚇。咁啊，保斯基嘅咧就呢個咧係12碼射入咗。跟住南華喺4輪嘅12碼當中呢，有3個就宴客，只係黃展龍係射入嘅。換句話講咧，最後一球如果咧就係高木進行入咧搞掂啦，結果小野清水心跳啦，亦都係成功將呢個12碼送入網。最終咧就12碼以3-1咧就係淘汰南華，總比數係4-2，清水心跳咧入決賽。喺決賽咧，佢哋將會對住南韓嘅勁旅咧，就係城南一和噶。南華亦都要咧，就係對住廣州嘅富力啊，睇下可唔可以爭翻季軍啊！我哋年初4星期4咧，再同大家咧係睇睇呢兩場賀歲波嘅直播，到底咧邊隊可以咧成為最後今屆龍年賀歲波嘅真正嘅盟主啊！到時見，拜拜。